妹，你报嘅生理好嘛？俺做的啦，我身体康健嘅天天啦，全部做成長熬嘅，賣家掉嘅，好，安尼就好嘞。用慢嘅天天啊，挨不下就欣賞你是天天，真唔睇。用酒強勢，啊，你用排水啊？反覆260，交男朋友談嘅什麼？糖唔食，你唔要講。吃饭喽！哦，是困啊，要煮腳，要是喺家爸爸聽快門呢，你要安排嘅。啊，唱響好聽咩？唔會死唔聽啦。買糖果啊，萬些股中phòng大嘅。啊，做片啊，數據冇啲，長拍可以扮演一年做福建嘅。加油啊，喺做乜條路呀？家爸係警察，家妹老年做神父。還有一個老妹啊，今年研究所畢業，啲高雄識條路啦。家父還有甜嘛？有，聽佢講老屋還有2分田，漂本領種松條。是哈，天炊飯是家的位啊哈。听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聽聽就是而已的意思啦。像我們今天去菜市場買菜啊，懂簡單哦，用客家幣掃一下聽聽就好啦。听，我现在终于听懂了。哎，你賺到了耶！不用搭飛機就有出國的感覺哦。喂呀，哪有客家幣盲用嘅？我就打客家幣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做過一些啦，然後。